要看名家名段，越剧从盛县走到了上海，这个从江南水汽当中浸润出来的剧种，好比一幅色彩明亮的山水画，清新流畅，温婉缠绵。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角也是一位从山间走到城市的美丽女子，她如今已经是越剧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明星。然而难得的是，她依然保留着那一份纯真和温婉。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越剧院的当代越剧表演艺术家单养平。您好，单老师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还请到了单老师的两位朋友，一位是昆曲表演艺术家张静贤，您好，静贤老师。大家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。还有一位是著名作家王小英老师，您好，王老师。大家好。大家肯定会有一点点好奇，咦，今天这三位老师怎么会坐在一起？当代越剧表演艺术家，然后昆曲表演艺术家，著名作家。先给我们说说你们三个人是怎么今天坐到我们这个演播室，你们都是好多年的朋友了，谁先说呀？是的，是的。我说我们也是养平的粉丝啊。我先说，应该我先说，我是他们两个人的粉丝，是这样的。对，真的是我先说吧。张老师是我深交多年的昆剧界的老前辈。那么小英姐呢，是我从一开始进上海的时候就认识小英姐了。小英姐是看着我一步步成长过来。我听出来了，他们三个都是彼此的粉丝。对，真的，一定是这样子。我们都知道，都说越剧是非常美丽的。然后我想，在单老师的心目当中，你的认识肯定是超越于我们很多很多。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做了一个题板，非常有意思哈。你看，上面是10、20、30，分别代表你的年龄段。然后这下面呢有很多代名词，你可以按照这个年龄段分别选一下，就是你各个年龄层越剧的美它象征的是什么？首先我们要问问看，单老师，你是从几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越剧的啊？我是从那个11岁的时候开始学戏的，那么早然后是13岁的时候开始接触。他真够早的。对呀，学戏学戏曲的演员，对，都必须从小开始，因为要练功，有功跟没有还是不一样。那10多岁，你觉得越剧的美在哪儿呢？10岁的时候你选舞台，对，舞台。这个挺出乎我意料的。很早的时候，就在我们家乡那个简陋的那个场所，我就看戏，我就对那个地方感觉到很神奇。然后稍大一点点的时候，又对那个地方感到很神往，对演员这个职业非常喜欢，就是一直梦想着自己有一天在那个地方试一试。办一办，然后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情节去考那个我们的当年的那个桐庐艺训班，然后又进了桐庐越剧团。大家可能都知道，我进剧团的那个2年多的时间，一直是在拉大幕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在舞台边，在舞台下，都对那个地方对那个舞台上的另一种那个人生充满了那个憧憬。因为就是我一直在想，我总有一天在那个灯光的照一下，大幕的慢慢开启下，我能够在里面演我的喜欢那个人物。你还别说，特别是女孩子，从小都会挺向往舞台的。对，因为演员，尤其是戏曲演员，在舞台上吧特别漂亮，满头珠翠，衣服也穿得漂亮，而且那个表演又是很丰富对，会让小孩子看得一愣一愣的。我觉得养平他选舞台是有道理的。因为人家不是说的好吗？舞台就是一个小世界，我们人生是一个大舞台。没错。其实他向往每个人，他们戏剧演员，包括张老师，他们都是对舞台的一种向往。因为在这舞台上展现的人生是非常的，丰富多彩的，不仅仅是自己的人生，还有那么多的人生。对。其实我有的是很羡慕他们的，他们可以过很多人生。在舞台上的生活，可能会对他们对真正的世界、真正的人生，会比一般人有更加多的理解。